Hello，我係 JJE 啊。今日係5月26日嘅清晨，本來打算喺輝騰勒特草原迎接第一道曙光嘅，點知推開蒙古包嘅門，眼前只係白蒙蒙一片嘅霧，連遠少少嘅草都睇唔清啊！莫講話晨曦，無奈之下唯有縮返入個被竇再瞓多一陣。講起琴晚住個蒙古包，設施真係好基本。不過有個廁所已經算係咁啦，要求唔好太高。食完早餐，我哋就跟阿娜娜去體驗騎馬啦。基本嘅騎行係團費包埋嘅，但如果你想騎住個馬喺草原奔馳一個圈呢，就要自己俾100蚊人民幣啦，價錢都幾揦脷㗎。好彩係自願性質，冇人強迫你嘅。我就同另外一個朋友各俾咗100蚊，諗住去跑個圈啦。點知5分鐘都唔夠就跑完啦，咁就冇咗100蚊啦。咁我又覺得唔係咁值咯。騎完馬之後，我哋就散步去咗草原湖邊，周圍行下睇下當地嘅羊駝同埋呢個矮腳馬。嗰啲矮腳馬生得特別趣致，企喺草坯上低頭食草，加埋湖面嘅倒影，成個畫面好悠閒寧靜。喺草原玩咗一陣之後，我哋就返去執好行李，準備去下一站紅石崖啦。紅石崖位於烏蘭察布，由輝騰勒特草原開車都要2個鐘頭。海拔約2000米，係一個高山草甸結合丹霞地貌嘅景區，億萬年風化形成奇特嘅峽谷。入到景區，先經過一道古城門，再行入去有個玻璃橋，玻璃橋要收費㗎，30蚊一位。企喺橋上可以一次過望到腳下嘅紅岩峽谷同遠方嘅高山草甸，視野非常開揚。但我哋冇去，只係借咗個廁所用。呢度仲有一座藏傳佛教嘅寺廟。呢度比純草原多咗一份紅雲，又比丹霞山多咗一份綠意，好值得慢慢行慢慢影。我哋離開咗紅石崖高山草甸之後，就準備去午餐啦。午餐呢，娜娜同我哋包咗個包廂，係蒙古包嚟嘅，喺民族風情園裏邊。哇！呢間公司規模好大啊，一共有99個蒙古包房，全部由一間管理公司營運。每一個包房外表傳統嘅氈房造型，但入面呢就好現代化嘅，有獨立廁所啦、冷氣啦，中間仲擺咗張圓台，坐10幾個人都綽綽有餘。最貼心嘅就係每個房都配咗一個專屬侍應，全程幫我哋斟茶上菜、介紹菜式，服務非常周到。餐後仲到咗呢個蒙亮店走走，最後我哋乜都冇買，淨係每人買咗一支雪條就走啦。我哋食完雪條之後就上車啦，準備開車前往鄂爾多斯。我哋會喺鄂爾多斯住1晚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預告下先，最後嗰集我哋會總結今次嘅消費。